在資訊如洪流般湧動的數位時代，公眾人物的存在形態往往被簡化為數據與二手的搭家。他們的每一次發聲，每一次露面，都被精心編碼，等待着被受眾解讀、消費，而沉默則成了一種罕見的奢侈品。當鎂光燈的追逐與社交媒體的喧囂構成了衡量影響力的標準，一個選擇從公眾視野中暫時退隱的身影，反而因其缺席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就在這種密集的關注與無聲的留白之間，發生了一件看似背離娛樂邏輯卻又意味深長的事件。一位以聲音為武器的歌者，在他連續1週未更新任何動態的沉寂裏，他的音樂卻跨越了言語的壁壘，在一個全球矚目的舞台上回響，被選為奧運轉播的背景音樂，並獲得了國際奧委會官網的特別致謝。這種個人化的加密與作品全球化的傳播，構成了當代文化景觀中一道獨特的悖論風景。它迫使人們重新審視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一個過度依賴即時反饋與線性敘事的時代，真正的價值究竟棲身何處？是那些轉瞬即逝的動態更新，還是那些能夠沉澱下來、超越語言與國界、直抵人心的藝術本身？這場不期而至的事件，或許並非一個需要被解開的謎題，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這個時代對存在與表達的某種集體焦慮與深刻誤讀。這場無聲的風暴，始於一個再平常不過的細節。對於活躍在華語樂壇一線的歌手周深而言，社交媒體不僅是與公眾連接的橋樑，某種程度上，更是其職業運轉的儀表盤。新歌發佈、綜藝動態、演出實況，乃至節日問候，共同編織成一張緊密而有序的資訊網絡，維繫着數以千萬計的關注者。因此，當這張網絡突然停止更新，連續7天，他的微博、抖音等所有公眾號陷入一片沉寂時，一種微妙的不安開始在虛擬空間中離散開來。這絕非一次普通的斷更，在流量爭奪白熱化的娛樂生態中，頭部藝人長達1週的失語，可以被視作一個值得被反覆解讀的信號事件。粉絲的擔憂從起初的疑惑逐漸演變為各種版本的推測：是籌備新專輯進入了與世隔絕的衝刺階段？是身體抱恙需要靜養？還是團隊正在進行某種策略性的行銷佈局？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令關注者的內心猶如懸在半空，落不到實處。然而，與藝人個人社交賬號的萬籟俱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作品的蓬勃生命力。就在這段幾乎令追隨者感到焦慮的空窗期，一則來自國際體育賽場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迅速蕩漾開來，甚至因為情感的強烈反差，掀起了比常規宣傳更為巨大的波瀾。在萬眾矚目的奧運賽事轉播中，每當賽場上的激烈對抗告一段落，或是鏡頭切換至某個需要情感鋪墊的動人時刻，一段空靈而富有力量感的背景旋律便會響起，精準地抓住了全球數十億觀眾的耳朵。這段被頂級賽事選中的音樂，正是周深的作品。更令人意外的是，國際奧委會的官方網站隨後發佈了一則致謝公告，在列數為本屆奧運會提供音樂支持的藝術家名單中，周深的名字赫然在列。官網對其音樂中傳遞出的跨越文化的力量與觸動人心的美好表達了專門的感謝。這一刻，個人沉默與作品遠揚之間的張力達到了頂峰。一邊是熱衷於在數位世界追隨其足跡的粉絲，面對停更的賬號焦急等待；另一邊，他的藝術結晶卻繞過了所有常規的宣傳通路，以一種最為直接、最無可爭議的方式，在世界頂級殿堂綻放。這種極為罕見的傳播路徑，繞過藝人本人的自媒體矩陣，繞過粉絲組織的應援與數據，繞過娛樂媒體的議程設置，被一個擁有全球影響力的非娛樂領域的機構認可並傳播，它顛覆了當下娛樂工業的普遍認知。在許多人眼中，社交媒體的活躍度幾乎等同於藝人的商業價值與影響力，而周深的這一次經歷，無疑為此提供了一份值得深入思考的參考資料。當一位藝術家選擇暫時關閉向外喊話的麥克風時，他過去積累的作品，反而可能因為其沉澱下來的純粹質感，
被更廣闊的世界所聽見、所接納。這並非周深第一次與體育盛事結緣。回顧他的藝術軌跡，不難發現，他與奧林匹克精神之間存在着一條若隱若現卻又堅韌的連線。早在2021年東京奧運會期間，他與孫楠合作演唱的《中國加油歌》，便以其激昂的節奏和飽含能量的演繹，成為了那個夏天許多中國觀眾記憶中的背景音。那時的他，是用歌聲為健兒們搖旗吶喊的助威者。時隔不久，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閉幕之際，他演唱的主題宣傳曲《夢想指路》，更是將這種聯結推向了一個新的維度。這首由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夫婦翻譯英文歌詞的作品，以其中英雙語交替詮釋的 Follow Our Dream 信念，在短短3天內創下了全網點擊量近2億的紀錄，成為了冰雪賽場外另一道動人的風景。從中國加油歌的熱血沸騰，到夢想指路的宏大與哲思，再到如今作品被奧運轉播用作背景音樂並獲官方致謝，周深的音樂與奧運的結合，完成了一次從功能到氣質的蛻變。這不再僅僅是一首為某個特定活動而創作的歌曲，而是其作品本身所蘊含的普世價值，對夢想的執着，對困境的超越，對美好的追求，恰好與奧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強、更團結的精神產生了深刻的共鳴。國際奧委會所感謝的，或許正是這種超越了具體賽事、具體國籍，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引發情感共振的藝術力量。這種無心插柳式的國際認可，發生在一位歌手個人社交媒體的停滯期，其所蘊含的敘事張力，幾乎帶有某種預言色彩。如果我們將視覺拉遠，審視周深出道以來的整個職業生涯，會發現沉默與爆發的交替，幾乎構成了其成長路徑中的一種隱秘節奏。這並非一種刻意為之的公關策略，更像是其個人性格與職業選擇共同塑造的一種特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網絡上關於他的討論，往往伴隨着對其外形、嗓音特質的爭議。面對那些尖銳甚至帶有侮辱性的言論，他鮮少選擇在公開場合進行激烈回擊，更不會利用粉絲情緒製造對立。他採取的是一種近乎鈍感的處理方式，將那些質疑的聲音隔離在創作的世界之外，讓練習室裏反覆打磨的每一個音符，錄音棚中精益求精的每一句演唱，舞台上一次又一次的傳開幕現場，成為最有力的回應。這種沉默並非源於怯懦，恰恰相反，他需要極其強大的內在力量去支撐，不被外界噪音干擾，守住自己的節奏，專注於提升專業壁壘。這本身就是一種極高段位的自我保護與價值投資。近年來，隨着其國民度的飆升與國際影響力的初現，這種沉穩的低調更演化為一種成熟的行事哲學。他的團隊在處理負面輿情時，越來越傾向於通過法律途徑進行理性、克制的維權。根據公開報道，面對長期傳播謠言的賬號，其工作室選擇了完整的證據固定與訴訟流程，在歷經1年多的司法程式後勝訴，並將所有賠償款項一分不留地捐贈給了公益機構。這種處理方式沒有煽情的小作文，沒有直播中的聲淚俱下，更沒有引導粉絲進行網絡對抗。它體現的是一種對規則的尊重和對尊嚴的冷靜守護。勝訴的結果與捐贈的舉動，共同構成了比任何爭辯都更有分量的宣告。這與他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的沉默如出一轍。當外界的喧囂試圖將他拉入泥潭時，他選擇站在更高的地方，用作品、用成績、用合乎規則的法律手段來劃定自己的邊界。從這個角度來看，奧運期間的失蹤與現身，更像是這種一貫的處世原則在特殊語境下的一次集中投射。與其用連篇類的動態去填充大眾的注意力，不如讓已經誕生的藝術作品去完成自我說明，讓國際權威機構的認可來替代自我標榜。然而，這種充滿美學張力的靜默事件，在網絡時代的傳播語境中，卻極易演變成一場曖昧不明的集體猜謎。社交媒體的本質是對在場與即時的狂熱崇拜，
任何一種缺席都會被視為需要填補的空白，進而被各種未經證實的推測所填充。在周森停更的一周內，關於其失聯的種種版本便開始在資訊的暗角滋生蔓延。有將此與其早年經歷強行關聯的宿命論解讀，有基於陰謀論推演的商業算計分析，更不乏試圖將此簡單歸結為某種個人生活變故的八卦猜想。這種大眾心理在本質上與漢客文化一脈相承，人們習慣於將公眾人物的人生軌跡簡化為一個起承轉合清晰、因果關係明確的故事，以滿足自身對於確定性與戲劇性的雙重需求。當現實提供了一個充滿留白的敘事缺口時，填補它的往往不是邏輯，而是想象。但奧運的舞台與國際奧委會的致謝，如同一道強光，瞬間驅散了這些陰影籠罩下的臆測。它提供了一個最為客觀、最不可辯駁的事實維度，將人們的注意力從他為什麼不說話的追問中解放出來，引導至他說過的話，即他的作品，被誰聽見了的更為開闊的視野。這或許是對當下浮躁的吃瓜生態的一次有益提醒：公眾人物的價值，終究要回歸到其職業本身所創造的社會價值上來。對於一位歌手而言，沒有什麼比他的音樂能觸達更廣闊的世界，能獲得具有全球公信力的機構認可，更能證明其存在的意義。這份來自國際奧委會的致謝，其彌足珍貴之處，正在於它的純粹性。它不關乎粉絲的控評與數據，不關乎媒體的推波助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超越了歌手本人的個人表達。它只關乎音樂本身作為一種人類共同語言的力量。當歌聲響起，賽場上的拼搏、淚水、榮耀與夢想便有了具體的聽覺載體。它服務於人類共同的情感需求，而非任何單一的個體或群體。回顧這起由沉默引發的公共事件，我們或許能夠從中提煉出超越娛樂八卦本身的深層思考。在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前所未有地緊密，同時又前所未有地脆弱的時代，我們對於真實與價值的判斷，是否過度依賴於那些易於量化的即時數據？一個沒有每天發布精修照片和歲月靜好文案的歌手，是否就意味着他的生活乏善可陳或狀態不佳？一個不熱衷於在熱搜上製造話題的藝術家，是否就代表着他在行業中的影響力下滑？周森在這7天裏的經歷，恰恰提供了一個反向的證明：真正的影響力往往需要在喧囂之外沉澱，最強烈的共鳴常常不需要通過麥克風的放大，而是靜默地在你不知道的地方生根發芽，最終長成參天大樹。我們所處的資訊環境，就像一片生機勃勃卻也雜草叢生的熱帶雨林，既有動人心搏的天籟之音，也充斥着各種難以辨識的雜訊。那些看似能夠遮天蔽日的轉瞬即逝的熱點話題，如同雨林中畜生的草本植物，快速佔領空間又快速腐爛。而真正能夠長久挺立的，往往是那些向下扎根極深、向上生長極慢的樹木。周森這連續1周的斷更，無意中成了一次壓力測試。他測試的是一個藝術家的作品生命力是否已經足夠強健，以至於可以暫時脫離日常行銷的吸氧，獨立存活並持續增值。而國際奧委會給出的特別致謝這份成績單，無疑是優異的。它證明了在某些維度上，這棵樹木已經長出了自己的生態系統，可以迎來屬於它自己的氣候。當然，這並非意在將沉默本身神話，將其視為一種值得效仿的成名捷徑。真正的靜默需要建立在足夠豐厚且經過時間考驗的積累之上。對於絕大多數從業者而言，持續的耕耘與必要的表達依然是職業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周森的這個插曲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珍貴的視角，去反思流量與質量、表達與存在之間的複雜關係。他提醒我們，在追逐那些奔騰不息的數據洪流時，偶爾也可以停下來，傾聽一下來自洪流之下的更為深沉的洋流脈動。當一個歌手選擇用舞台和作品說話，而他的作品恰好能夠登上人類競技與夢想的最高舞台，那麼他在社交媒體上的那些空白，
便不再是缺失，反而成了一種充滿力量的留白，一種為更宏大的登場所做的無聲鋪墊。在這場事件中，無論是粉絲出於關切的追問，還是旁觀者基於好奇的取道，最終都在那一紙來自國際奧委會的致謝函面前，回歸到了對藝術本身的尊重。這份致謝就像一個精準的坐標，為漂浮在資訊汪洋中的討論之舟錨定了一個確鑿無疑的位置。他所確認的並非一個偶像的流量水位，而是一位歌者的作品能夠觸及的疆域與能夠抵達的心靈。這份平靜的收穫，或許比任何轟轟烈烈的話題熱度都更具有持久的重量。在一片對失蹤的猜測中，他完成了最華麗的出場，不是作為一個需要被關注的娛樂人物，而是作為一種能夠被世界傾聽的音樂力量，一份跨越了文化與國界的純粹而美好的藝術表達。這對身處這個喧囂時代的我們，無疑是一次關於價值本身的極為生動的科普。對於事件本身，我們應當保持理性的觀察視角，不應過度解讀為某種刻意的個人英雄主義敘事，也無需將國際奧委會的致謝賦予過多的象徵意義。它更應被視為一次藝術與體育精神的美好邂逅。在這個過程中，周深本人並未主動製造話題或尋求關注，他的音樂能夠跨越山海，被遠方的人們聽見並喜愛，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為之高興的事情。至於他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的短暫沉寂，或許只是他作為一名藝術家，在繁忙的創作與生活中一次自然而然的節奏調整。我們無需為此附加過多的戲劇性想象。在這個資訊紛繁複雜的時代，作為觀察者與參與者的我們，更應當學會尊重每個人選擇自己生活與工作節奏的權利，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而不是沉溺於對個人私生活的窺探與猜測。願我們都能夠以更平和、更寬容的心態去看待公眾人物的在場與缺席，讓藝術的歸於藝術，讓生活的歸於生活，在喧囂的世界中守護一份內心的寧靜與理智，共同營造一個更加健康、更加友善的公共討論空間。